呢件案件咧可以話係近年葡萄牙最離譜嘅房地產騙案之一，三代人阿媽阿嫲同埋孫女全部都被一個建築商呃到一乜都冇得剩。受害人指出咧，由承諾交樓至今咧已經3年，但間屋咧仍然未完工，而間屋咧亦都喺眼前，卻唔會屬於佢哋。建築商表面咧生活奢華啦，開名車住豪宅，實際上咧就靠賣樓呃錢為生。有受害人咧見過佢幾次，每次嘅工地咧都開超級跑車啦，其中一次咧甚至係保時捷。受害人 Anna 表示咧，佢自己信任咧 Remax，而合約咧係 Remax 嘅律師、地產代理同埋建築商José Tavares 面前嘅簽署嘅。但係 Remax 嘅管理層咧就聲稱咧係未見過咁嘅騙局，仲話咧係被突襲式嘅中招，而José Tavares 咧從來未匯報過真正嘅情況，完全隱瞞，甚至可能有存心呃人。離譜嘅係咧，買家手上嘅買賣預約合同咧亦冇註冊過，法律上咧就唔算已售。建築商咧因此咧可以將一間屋賣2次。事實上咧，其中一個中間人咧叫 Ricardo Vincent 咧，亦都係同一個項目入邊咧將一間屋賣咗2次，先後收咗咧2筆嘅1萬蚊歐元。兩個買家咧就因此血本無歸。受害人質疑咧，咁大個工程喺 Palmela 火車站附近，有21間屋同埋一個大庭園，點解市政府咧2年都唔知去開工？認為建築商咧、地產公司啦同埋市政府咧都應該有負責任。記者咧就聯絡咧嘅所謂嘅public office， 就點解可以用咗400萬歐元買咗 Palmela Dreams 嘅項目嘅公司，而負責人咧係拒絕見面嘅。據知咧，建築商甚至咧出街咧就帶保鏢，怕人哋過嚟尋仇。總結嚟講呢一宗咧 Palmela Dreams 嘅騙案咧，揭露咗地產代理嘅審查不足啦，合約唔受法律嘅保障，同一間屋咧可以被售賣2次，市政府監管不足，最終咧係令多個買家咧血本無歸，係典型嘅多層式房地產詐騙案件。